再来看台北市卫生局伫卖场市场抽验30件的食品有一件国产的土豆粉验出黄卡毒素超标。医师表示讲，台湾的温度真悬佮湿佮热，若是保存了无好，就会产生毒素，食了过量会造成急性的肝衰竭，也是讲肝功能异常。最近天气真热，真侪人拢爱食冰消暑气。因故因为伫高雄最近发生冰店食物中毒的代志，台北市卫生局也针对31件市面上卖的冰品进行反映医院的检验，结果全部拢合格。因故伫咧抽验市面上的食品内面，有验出一件国产的土豆粉黄卡毒素超过标准。抽检的产品呢，总共有30件，包含了花生制品、谷类新香料、玉米制品、米制品、面制品等等。我们检验了产品中的黄菊毒素，其中有1件花生粉有检出了黄曲毒素含量。超过了标准值。台湾天气热焗湿，正适合黄卡霉菌的生长。若是土豆、番麦、小麦加坚果类的作物保存无好，就容易遭到霉菌的入侵污染，产生黄卡毒素。医生提醒讲，无论是土豆粉或者是土豆酱，开开了一定要放伫咧冰箱内面冰，若无啦，食到过量的黄卡毒素，容易造成急性肝衰竭加肝功能异常。像这种黄曲毒素化长期吃下肚，它会影响肝脏功能。那另外，黄曲毒素也被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公告为1级的致癌物，长久的话会增加肝癌的风险。伫这边抽验的结果，无合格比率是3.3%。卫生局已经要求贩卖业者要限期改善。若是到时还阁无改正，会当处3万到300万罚款，并且邀请产品来源地所在的云林县卫生局调查业者是伫咧制作或者是保存方面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